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川普接受访问表示，习近平捌讲，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中国就袂入侵台湾。南投信义有民众去爬山，杀出代志，2人死亡，干那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活落来。中华有民众去互狗仔攻击，县议员到3家嘛去互狗仔咬，脚甲手拢有着伤。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中国就袂入侵台湾。川普主动提起这个话，伊去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会面进前，甲媒体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甲伊讲过，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中国就袂入侵台湾。也即马都有学者分析讲，这有可能是川普要表现伊个人伫咧外交真强硬、真强势风格。就算习近平有影讲这个话，嘛无约束，无任何期待。伫前往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会面进前，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主动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讲，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就袂入侵台湾。川普回应感谢这款的承诺了后，习近平又搁讲，但是我真有耐性，中国也真有耐性。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重要搁敏感的问题，美国应该细致处理牵连台湾的议题，毋过无直接证实也是否认川普的讲法。强烈的政治讯号就是川普是强大的，美国后是有实力的，他一切的大局都在掌控之中啊，他跟主要的各国大国领导者之间都有沟通、都有对话。学者认为，川普希望呈现主导外交的强硬风格，就算相关的内容是真的，北京也袂因为一句承诺停止用武力侵犯台湾，有关爱密切观察中国的动作。那刘委会主委邱水正则出席金门两化和平消灾祈福大法会，是向中国发声讲应该以和为贵。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在对等尊严的原则，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来交流对话。邱水正指出，中国对台湾复合性的施压已经成做台海不安、两岸紧张的主要源头，呼吁放弃对台湾有敌对的思维甲无好的作为。也若咱方也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传出明年度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决定会达到赖总统宣示的 GDP 3%。金额本身来讲，可能不是重点，而是实质上，国防部应该好好考量的是如何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实质上的增强。达到3%，那对盟友来说，他从数字上可以看到台湾展现自我保卫的决心，从整体装备的提升、国防自主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扎扎实实建构真实的力量。民进党立委分析，咱所讲的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包含最后一年度的新型战机、甲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预算，还有国防部要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也伫海巡反恐怖分子警察提付的经费等等，符合北约计算的模式，按上第2亿行政议会定案，上立法院审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因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甲普廷伫阿拉斯加会谈了后，普廷是提出6项条件，爱乌克兰挂地。川普这边上新的发表是讲，这场战争后一步应该是和平协议，伊毋是讲停战，川普是该讲和平协议。好，为着要讨论详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伫美东时间8日下晡访问北京。Again, Mr. President, I'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speak to you very soon, and probably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Vladimir. Next time in Moscow. 甲普廷会面了后，川普亲像进前所讲的，敲电话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欧洲多国领袖甲北约秘书长。了后，川普伫正式社群写文章讲，各方一致认为，若要无约束力的停火协议，不如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就进一步向和平协议来努力。伊讲8月泽伦斯基就会造访北京，若一切可行，未来就有一场美国甲罗西亚、乌克兰3国领袖峰会。One or two pretty significant items, but I think they can be reached. Now it's really up to President Zelensky to get it done. And I would also say the European nations, they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Разговор был очень откровенным,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м, и,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то приближает нас к нужным решениям. 甲川普通话了后，欧洲各国领袖一致肯定川普终结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努力。不过，却是无讲到川普所讲的和平协议。德国总理梅尔兹是讲，
美国甲罗西亚、乌克兰三国峰会应伫澳洲举行，也讲川普对表示，美国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hat uns ja sehr ausführlich dargelegt, wie intensiv mit Putin über Modalitäten eines Friedensabkommens gesprochen hat, bis hin zu der Zusage,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zu geben. Das ist in der gemeinsamen Pressekonferenz gestern so noch gar nicht zum Ausdruck gekommen. Das finde ich ist ein wirklich großer Fortschritt,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olche Sicherheitsgarantien mit uns Europäern zu geben. 不过，根据洛杉矶时报甲路透社这主流媒体引用熟悉内情的欧洲官员的报道，普丁其实有向川普讲要取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也就是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大约66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对伫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所在冻结前线是持开放态度。拜尔泽伦斯基会到北京，搁再甲川普会面。伫这进前，法国、英国、德国这欧洲国家会承办一场时程的会议，协助监督并且落实任何可能的停战协议。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南投信义有阿公带孙去爬山，说出代志。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打电话报案，讲因阿公佮一个山友无喘气、无心跳。消防单位听到是随派直升机去救，不过一个阿公甲山友有缘救无倒来，敢若一个查甫囡仔有活倒来。南投县消防局拜6中昼接到通报，一个70岁单身生，带8岁外孙甲63岁姓詹的女山友，8月7日对花莲出发，规月8南三段，按正17对南投县信义乡东部落山，但是10日行经过科洛安山的时阵，拄到风台，大埔棚劈烂，16早起，囡仔发现外公甲女山友叫袂醒，摕阿公的手机报警，消防局随申请直升机救援。后送一位一名年约50岁女性，因为山域事故欧卡的患者至竹山秀传医院。2个患者明显欧卡了啊，那个8岁小男孩目测小儿三角正常。第3甲民间消防分队救护车接到通报，分别将3人送病院。病院指出，单身生和詹女士到院进前就明显死亡，研判是室温伤过久，外孙只有小可脱水甲拍伤。阿公的部分，他一来，其实到院前就明显的死亡啊，但是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照急救流程，应该是失温的时间过久啊，所以我们抢救了大概30分钟之后，也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抢救回来。消防署呼吁山顶天气变化大，一定要做好行前准备，而且唔通爬超出能力范围的路线，嘛应早维持通讯设备，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定位资讯，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也中华有一个70多岁阿伯伫咧公园散步的时，受一只狗仔攻击，拄好互县议员洪庭明看到，洪庭明去甲斗相共嘛是去互狗仔咬，骹甲手拢有着伤，两个人送病院治疗，加在是无代志。好，即马有狗仔走出来咬人，动防所表示讲会了解这只狗仔饲主伊管理的情形，若有违反动保法，会依法处罚。民众身躯顶有真侪所在着伤，坐伫涂骹无法度徛开，边仔就是中法院的议员洪庭明，以后受伤脚头虎有明显的空喙，因拢互送病院，加在是无真严重。因若这两人拢是互这只歹性情的狗仔咬着伤。没事。有。狗仔红关伫笼仔内，外口搁挂白野警告。代志发生伫15下晡，中华二林一个公园，苏当时71岁姓李阿公当咧散步，这只加纳利5犬伫遮醒过来攻击，甲人缀伫涂骹甲。苏当时县议员洪庭明就伫附近，随便去甲伊赶，也互伊咬着伤。经过来看。我咧爱，我做我。若无伊变哪？我们一个大男生这么魁梧的大男生来讲，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先考虑现场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状况，对。结果他更凶，对，他更凶，他可能他的狗的天性吧。主人已经回失礼，也愿意承担医药费。迄天时厝内底的人饲完狗仔，无甲笼仔关好好势，伫输狗仔走去，伊也答应会加强管理。我们会跟失主进行相关的宣导部分，请失主要尽到失主责任，然后对犬只要进行自我控管监管部分，避免说犬只要去侵害到别人的生命财产的部分。
中法官董洪硕表示，加拿大5件虽然属于公告真歹的狗仔，不过咪是亲像5件同款是禁止饲的狗仔，也需要去调查主人咧饲甲管理敢有问题，若准违反动保法，相关会当罚万5。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新生高架桥已经通车超过40档，也最近都有民众发现讲高架桥哪像闭开。惊讲会危险，就是赶紧通报予市府知影。也市府回应讲迄毋是闭开，是桥咧春秋的芳。市府呢是一直有咧监测新生高架桥确定有安全。通车超过40年的新生高架桥，是连接台北市士林区到中正区的重要道路。不过有网友翕这段影片，指出新生北路3段高架桥有闭损，而且看起来真严重，呼吁民众爱细致。台北市府新建工程处赶紧拨开这是桥春秋的芳。我们从110年起就设有监测系统，来持续24小时及时的记录桥梁的受力与变形的状况。那依照监测的结果，监测的数据长期都是呈现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发现异常变化，也显示桥梁结构安全无虞。台北市新建工程处表示，民众迄个画面是属于新生高架桥下吉人河迄段，桥顶半部的结构是用纤臂钢块施作，主要下过中这段是用2个纤臂以加接的方式做连接，也老桥春秋的芳，这是施工时咧起桥时真正看到的设计。也那网友翕的春秋旁边啊，看起来有闭损。台北市府驳回讲是施工时无办灌浆的时有接旁的痕，不是控制的结构闭开。因为新生高架桥呢，它是比较早期的规范做的，那应该要持续去做检测。那最有效的方式呢，除了是检测计算以外呢，其实可以装所谓的这个类似这个人体的血压监测的这个自然振动频率，装在桥上来看说这个桥的这个自然振动频率有没有所谓的衰减变软的状况。台北市府强调，针对新生高架桥可能有闭损的情形，目前拢已经咧施工修理，按算年底进程会改善好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东南亚塞尔维亚去年底有车头咧施工，天崩煞放起，造成16人死亡。民众就批评政府，就是因为贪污、偷工减料，才会造成意外害人命。也因是来游行抗议，一直到今嘛。最近呢，执政党若像动员支持者去攻击示威的民众，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几若10人受伤，也警察甲几若百的示威者抓起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15出现警民冲突的场面，抗议政府贪渎的民众遭到穿乌衫的人攻击，来爆发对立。政府出动镇暴警察维持秩序，示威者向警方弹炮啊，甲照明弹，警方是发射催泪ga斯甲喷雾弹，造成民众受伤，也伫市区引起大小火灾。这场变调的游行会当回溯到2024年底，第2大城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厝顶因为施工放落来造成16死，民众怀疑政府因为贪渎，才造成这件公安意外。由大学生发起反政府和平示威，活动继续超过8个月，参与的人数达到数十万。部分团体占领大学校园、封锁道路，抗议政府的腐败。这场大规模示威也造成总理甲内阁请辞。有消息指出，总统武契奇讲，示威团体受到外来势力煽动，想要杀倒政府，所以动员支持者组成乌衫人部队，趁机会攻击示威的民众。画面上提青色镭射光的民众，方怀疑是武契奇的支持者，双方爆发冲突，继续3日，政府出动镇暴警察，对民众展开拘捕行動。當地消息指出，有幾啊百人被逮捕。Ovakav vid saradnje batinaša, policije i SNS-a je zaista nikada viđen do sada i zaista svi su građani i građanke jako potrešeni ovim dešavanjem。民众对政府动员支持者甲警察攻击示威民众行动感觉唔敢相信。15诺维萨德的警察总部外口组织几啊百名示威者，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抗议人士。Brutalnost policije, sramota za ovu državu, za Dačića, za Vučića。因为塞尔维亚当争取加入欧盟，抗议冲突事件也引起欧盟关注。外界周期，警方执法超过，和和平示威变作流血冲突。警方表示依法处置，武契奇也否认组织动员的指控。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
昨暗头，高雄产寮基山路平角气象署的停车咱观众朋友啊，讲对明仔载开始到拜三，因为南风云系来影响对流是真厉害，天气会真无稳定，这种剧烈的天气可能会阁发生。平港啊，亲像雨上款1公里的车顶，高雄民众赶紧摕手机啊，翕一个真罕的看景象。气象署昨日暗头啊，对着高雄田寮旗山美浓来门这所在发布大西北风及时的信息，提醒民众要注意剧烈的天气，可能天顶随便面，无久就落冰甲雨咯。一直在下冰雹呢，还在下呢，下很多呢。高空零星气压报道，和对流发展警告红星，18开始到20受南风云系影响，气象署提醒天气依然是无稳定。可能是周1到周3这段时间，到时候在台湾的东侧也可能会有一个高空的冷心低压往台湾接近，所以到时候在下周1到下周3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就是午后对流的发展高度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也是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气象署对全台7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西半部局部地区心情来到36到37度。因为台湾周围2个正在发展的热带扰动发展真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是就是刚好提到，可能因为受到它环流的影响，在明后2天在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长浪的现象。18到20受到南风云系北移影响，西半部到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可能，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大水雨。到21到22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各地就大致上恢复多云雨天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新屋在永安工业区空气污染是真严重，附近的居民都好有市府爱去解决。也环保局是回应讲，有伫工业区装22组的监测器，来锁定特定的污染源，加强稽查甲管制。壁看起来垃圾，手回过去是高高的集站区。桃园市新屋区永安工业区边仔永安里甲本港里有上千户徛家，居民投稿生活环境长期互营业污染，希望环保局找出污染源，赶紧改善。墙就是刚油漆好，没有多久不到1年了，现在就整个转成黑色，跟其他颜色黄色跟灰色这样子。这空气拢做污染的啊，拢是烧迄垃圾啊，烧迄个油的有哦，拢一寡污染啊，阮这拢影响到啊。针对永安工业区营业的问题，桃园市环保局回应已经伫这个区装22组的空气品质微型监测器，也锁定特定的污染源，加强稽查甲管制。本局针对永安工业区落成问题，已于该区域装设22组空品微型感测器。并于去年9月在永安工业区福德宫采集样品进行分析比对，以锁定特定污染源，并加强稽查管制。环保局表示，今年已经主动各发2间业者，计共罚45万3千块。就定情的案件数量来讲，今年顶半年定情是2件，比去年同期10件已经减少8成。后续会继续关注永安工业区的环境品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申报上河病院最近伫急诊的门口大力调，讲急诊目前护病比就是护理人员应对病人的比例是1比13，这个比例这个数字是引起关注。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讲要来查。事实上，急诊因为病人咧加咧减变化真紧，无入去护病比当中。也上河病院这边是出来解说讲因为迄天急诊病人真济，民众若要挂急诊爱等较久，才大力调希望民众来体谅。急诊室门口病人来来去去，上河病院是新北重要的医学中心。最近有网友伫网络打急诊室门口的字条写本急诊目前护病比1比13，若准无法度等，会当到其他的急诊。这个护病比的数字也引起关注。急诊目前不是在我们的护病比的那个标准之内，医院应该是想要提醒民众，如果不是急症的话，其实尽量不要占用急诊的资源，也希望说如果必须要在急诊的民众要有耐心等待。卫福部长邱泰源也表示，会了解状况，无允准违规的事件发生。因为按照目前3班护病比的标准，卫福部是奖励医学中心伫这些班达到1比6。不过，这届打出公告的急诊室，实际上并无列入去护病比的计算。对此，上河病院也回馈讲，急诊护理人力的需求是按照保健保局的民床数甲年度急诊的就医人次来计算。上河人力需求标准是68人，目前有78人有符合标准。这届是因为迄
讲急诊收的病人熊熊大增加，为了看病病人的权益，急诊的同事才会打这种广告。那这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来讲，你雇主本来就要注重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我们的工作安全。可是我们的现行法规在制定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根本就没有去看到这一些的法律规范，不只是工时啊，还有我们人员在照护的身心负荷。护理师团体是主张3班护病比应该定法律，目前的状况拢核实了后才会当改善急诊。另外，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也应该列入去职业安全卫生法。对此，卫福部是表示，无共科别护理师面对的状况差真济，那准备用一个标准来规范，佫需要后续佫较详细的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即马囝婿少，就算拄着2年，囡仔嘛无较济，这哦就影响到学校学生对咧减。全高中就建议教育部要按照现况，随落去调整一个班的人数。也教育部这边是讲，一个班的人数要变动，也是要看未来有偌济囡仔出世，这学生是多也是少来决定。囡仔生少的情形已经成做个案的危机，更加冲击教育现场。教育部有估，随13年前2年出生的子女进入国中甲国小，学生人数高峰期已经过啊，总人数一直落来，118学年国小学生人数落到100万人以下。由108区讲强调个别化教学，全教总建议教育部应该调整班级的人数，甲国中小一班人数降到25人，高中降到30人以下。若无每年敢若予高中降1-2人，实在上班咯。人数众多的一个教学，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吧，你没有办法去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部分，是有个别化的一个练习。你的课纲希望说到个别化，但是实际上这么多的一个班级人数，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做发表？大学部分，教育部有估，去年人数的下降情形会一直到118学年的虎年效应了后，落到83万人的低点。因不休小随2年子女进入大学，122学年度，一过增加到91万人。高教工会是认为讲，对114年到122年的8年，对高教敢若亲像8年空间，呼吁政府对私校多多增加经费，解决办学的困境。到了122之后，它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对私校来说，特别是私立大学，你114到122，自己觉得说这跟当年抗战也没什么不同了。如果你没有子弹，你没有资源，确实会让私立学校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自己求生。对着各方的意见，教育部讲，每年的国小学生人数变动情形，因为爱看未来出生人数，也个学生人数情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9度至37度，中部地区29度至35度，南部这边29度至35度。南部地区29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曹武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